你好，盧小姐，你啱啱見完醫生，醫生建議你做白內障手術。白內障前嘅手術檢查你都做咗㗎啦，咁而家會同你講返手術前後有咩要準備嘅地方。白內障手術大約需要15至30分鐘，醫生會喺角膜表面開個微細嘅切口，先將部分晶狀體囊切除，然後用超聲波乳化將晶狀體囊乳化取出，然後放返個新嘅人工晶體入去，咁就完成㗎啦。因為手術係微創嘅，所以傷口一般都唔需要縫線。手術前需要禁食，如果揀局部麻醉，手術前4小時食嘢飲水都唔得；如果揀監測麻醉，就手術前6至8個鐘頭食嘢飲水都唔得。請提供現時服用藥物資料，以跟進需唔需要停服藥物。手術當日需要帶身份證正本去登記。到達前請先洗頭同沖涼過嚟。嗰日唔好用化妝品，唔好用面霜。請着舒適嘅衣服，着長褲同埋唔好着啲套頭嘅衫，唔好帶任何飾物同埋貴重物品過嚟。當日亦都唔好揸車或者機械操作。手術當日需由18歲以上嘅成年人陪伴返屋企。咁你對手術前準備嘅地方有冇唔清楚？冇啦。喺正常情況之下，做完手術需要覆診3次，包括手術後嘅第1日、1個禮拜同埋1個月。咁依家會講下手術之後有咩要注意嘅地方嘅。手術當日返到屋企要盡量合埋眼睛休息，上落樓梯亦都要小心。手術後需要佩戴紗布同眼罩，一般要按醫生指示先會除低紗布。喺頭1、2個禮拜瞓覺嘅時候都要戴眼罩以保護眼睛。手術後有藥物要用，每次覆診都要帶返嚟，幫你跟進返藥物情況。術後頭1個禮拜避免洗頭水、自來水接觸眼睛。要用煲腳嘅凍滾水或者蒸餾水去清潔眼睛。術後頭2個禮拜都唔好化眼妝同埋搽眼霜。頭1個月唔可以游水，千祈唔好捽眼，避免細菌感染。術後頭1個月出街嗰陣要佩戴太陽眼鏡，防止返異物入眼同紫外線嘅刺激。喺室內嘅時候可以除低返佢。手術後亦都避免搬運重嘢、過勞同埋過量嘅體力勞動。食多啲蔬菜水果，防止便秘。手術後暫時唔好去人多擠迫或者空氣混濁嘅地方，以免傷口受到碰撞或者感染。咁你而家對手術要注意嘅地方有冇唔清楚？冇。咁手術前1至2日會有護士打俾你同你確認時間。咁你中間有咩唔明白嘅地方可以打俾我哋。咁今日就完成㗎啦，拜拜。拜拜。